大家好，又見面啦，我係寶儀，多謝大家 click 入嚟呢一集。今集唔係我去講魚眼產品有幾好，有幾幫到我。今日輪到其他用家真實分享，我咁肯定佢哋嘅分享比而家你喺各大媒體睇到嘅真人實測更加真實。有邊個夠膽由一張爛面開始講起啊？講到塊面好返添。除咗我，仲有佢哋。以下全部實證都係真人分享。相片可能讓人感到不安，請大家有心理準備。但所有嘅分享都係各人用時間去證明，堅持用完難之後嘅改變。希望佢哋嘅分享為你帶嚟一個希望同埋實際而有效嘅方法。對，這是我一直陪着的我們梅靜老師啊，真是粉嫩粉嫩的好。感覺怎麼樣？挺好的，還現在皮膚多亮的好。對，我們這是純素顏啊，這是微信裏面的純素顏，這是拍的我們最難看的樣子，其實更美啊。我這個徠卡相機會有點醜化人，但是一會兒發現了你會發現，我就是想讓大家拍這種基底的效果，這麼好。喺我哋縣裏面有名嘅診所，幾乎都俾我睇暈晒，有啲就係食藥嘅，有啲係搽藥膏。印象最深嘅都係一個祖傳專係治療痤瘡好有名嘅診所，拎咗嗰啲好似石灰一樣咁嘅藥，啱啱食嘅時候有效，一唔食呢，佢就出返啲暗瘡。後來我亦都去咗市醫院搽一啲換酸嘅護膚品，再後來我再去一個省醫院飲中藥，但係效果都唔明顯。去到呢個時候，我嘅皮膚已經變得相當敏感。換季捱夜食辣嘢嘅時候，我塊面即刻就爆瘡，喐下都係又乾又痕又痛，皮膚嘅屏障越嚟越脆弱。我一開始係用基底修護套同埋祛痘3劍客，喺嗰段時間入邊，我最先改善嘅就係暗瘡慢慢平復咗，反覆生長嘅紅腫痘痘亦都變細咗，面部出油呢亦都平穩咗。我應該係堅持用咗3套之後呢，我嘅皮膚屏障就開始穩固啦，而我嘅暗瘡亦都消失咗啦。到而家一直都冇再有突發嘅過敏情況。今年呢，我就開始用新出嘅舒顏修護套，用完之後皮膚更加細膩光滑，素顏嘅狀態都好自然好乾淨。我塊面好似磨咗皮咁，相對於之前我嗰塊紅腫嘅臉，而家我塊面的而且確乾淨咗好多。多年嘅敏感肌膚真係令我太煎熬啦。我之前上網買咗啲護膚品，用完之後就嚴重過敏，紅腫痕，塊面仲生滿晒啲疹，非常之難受。冇辦法之下就去咗醫院打針食藥，症狀雖然有緩解，但係呢，就從此開始有過敏嘅出現。每年換季，稍不注意我就開始反覆過敏，皮膚嘅狀態一直唔理想。後來呢，我塊面呢有突發性過敏，紅腫乾癢，跟住有好多疹喺面上邊反覆出現，整個面部嘅狀態差到極點。好彩呢，我後來用呢個舒顏優護套調理肌膚，我堅持咗打卡28日，真心驚喜。反覆嘅過敏泛紅、乾癢腫痛都全部消退咗，而嗰啲反覆出現嘅疹呢，都慢慢消失啦。皮膚屏障呢，基本上睇到係慢慢修復緊，皮膚狀態穩定咗好多。而家呢，最主要嘅問題呢，就係我嘅肌膚有啲暗黃，咁我會堅持繼續用原來嘅產品，希望呢可以變返做一個理想、健康、透亮嘅狀態，擺脫呢個敏感肌困擾。2017年起，我就反覆爆瘡，為咗去暗瘡、去斑，我踩勻晒唔同嘅坑。頻繁嘅美容院項目將我皮膚搞到壞咗。2023年，我塊面持續開始發痕，凹損咗之後仲流水，又脫皮。醫院呢確診我係脂溢性皮炎，我要長期依賴藥膏，我一停藥就復發。冷熱交替，吹冷氣、吹風都會搞到我泛紅同埋腫脹。我抱住試下嘅心態，用下呢套舒護套。我只不過用咗3日啫，我個痕癢已經冇晒啦。以前呢，每個月要用好多護膚品，今次我堅持淨係用呢一套。用完呢一套之後，我多年嚟嘅紅腫
痕呢已經徹底解決。而家出門口呢，就算有太陽曬，有風吹埋嚟，嘆冷氣，除低口罩帽，我塊面都冇唔舒服。面膜、防曬我都已經可以正常使用啦。年前呢，我塊面好乾又痕又紅，每日都忍唔住要拗，然後我就開始試下大量敷面膜，一日一塊甚至2塊，我連續敷咗10盒，不但冇將呢個問題減輕，反而仲加重咗。夜晚瞓覺都痕。過年嗰陣，我停晒所有護膚品。有人推薦我試下呢個舒護套，效果真係太好啦！用咗1日就明顯感到皮膚輕咗，3日就已經徹底唔痕同埋唔紅啦。今日已經係第21日，啱啱用完第1套。我塊面首先已經唔痕唔紅，其次就係我嘅毛孔變細咗好多，甚至呢左側鼻翼嘅法令紋都淺咗，真係超正。我呢仲會繼續用第2套，期待皮膚會變得更加細膩同埋緊緻。我年前衝動做咗一個提眉項目，唔單止冇將我自己變靚，我雙眼周圍大面積瘀青又泛黃，遲遲都消散唔到，成個人都好憔悴顯老。朝早起身我唔敢洗面，我連塊鏡都唔想睇。貼紙買爛售，令到皮膚嘅狀態越嚟越差。我試過各種偏方，皮膚除咗唔吸收之外，仲伴隨一個刺痛，我嘅瘀青毫無淡化嘅跡象。我用咗呢個產品3日，我眼周邊嘅浮腫就慢慢消退，好大片嘅黃色瘀青亦都逐步淡化咗。我已經堅持用咗第3套啦，肌膚呢已經有新嘅轉變，透亮水潤，觸感柔軟細膩。之前我塊面反反复复又痕又紅，好敏感，頂唔順，認認真真用咗呢套舒護套整整21日，我個變化真係肉眼可見。紅嘅部分退咗，痕嘅部分亦都徹底消失，皮膚得到舒緩穩定，氣色仲慢慢提亮通透，膚色白淨又細膩。我終於擺脫咗紅臉敏感嘅煩惱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下我敏感肌變好嘅經歷。曾經我冇護膚知識，將塊面搞到好敏感。我本身呢係一個做咗10幾年車衫嘅女工，我以為衣服灰塵大，要經常去死皮去角質。我成日就買一啲磨砂洗面奶去洗面，認為咁樣洗咗呢，我嘅皮膚就會乾淨舒服。長期咁樣去角質，令到我嘅皮膚越嚟越敏感，一熱呢就紅啊，嚴重到呢，我嘅敏感仲會起紅疹，試過成年都要戴住口罩。2000年嘅時候，我每個月都有敏感㗎。曾經有美容院嘅老師推薦咗用凍乾粉去處理呢個問題，點不知我個敏感嚴重咗。後來亦都試過唔同平台嘅美業老師推薦嘅敏感肌護膚品，可惜都冇咩改善。有好多人見到我嘅皮膚都話我係做咗祛斑先至搞到皮膚敏感。直到2021年嘅10月，我認識咗元蘭古方，我用咗修復液之後，皮膚嘅敏感次數減少咗，加上經絡治療通過中焦，每次通完中焦洗完面，加呢個肌底修護套，再加水分子，瞓一晚，第2日我就好返啦。我就知道呢，身體嘅長度同埋濕寒嘅問題加重咗我嘅敏感次數。後來我就好勤力去調養身體，結合埋元蘭嘅洗面乳。朝早呢，我就用肌底修護套，晚上呢就會加水分子，亦都用呢個素顏護膚套、眼霜。平時出街呢，要搽防曬。我嘅客戶都話我皮膚靚咗。前嗰排元蘭出咗一個新產品，係叫做舒顏優護套。我用咗21日之後，皮膚緊緻水潤。呢個植萃成分安全，而且好簡單，唔使一大堆瓶瓶罐罐咁樣用。以後呢，我都會繼續用落去。我係一個有皮膚敏感同埋有斑嘅人，一
一到春天，楊柳水滿天飛嘅時候，我嘅皮膚就容易過敏泛紅。用咗優護套之後，皮膚都冇敏感冇泛紅啦，就算出門唔戴口罩都冇事。敏感修復咗之後，我發現我再加呢個美白淡斑套呢，白天用優護套，晚上用美白淡斑套，而家嘅皮膚唔單止緊緻，而且透亮有白淨，我非常滿意。我選擇用元蘭亞酮係因為我嘅皮膚一直都唔好，我面上嘅斑亦都跟隨咗我已經有幾十年啦。為咗去斑，我用咗好多方法，亦都用咗唔少冤枉錢，但係一啲都冇用。皮膚跟住年齡越嚟越差，每日朝早洗面嘅時候，對住塊鏡，我睇到自己呢一張暗黃冇光澤，仲一臉斑嘅時候，我心情真係特別差。講實話，亦都其實好自卑。直到上個月，我聽人哋介紹元蘭亞酮呢個產品嘅功效，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試下呢一啲產品。佢哋介紹咗我用呢個舒護套加白月光，用咗幾日就有咗明顯嘅效果，面上嘅光澤咗，我就堅持打卡28日，皮膚一日比一日好，白咗又靚咗，而斑點呢亦都淡化咗好多，皮膚緊緻有彈性。好感恩我遇到元蘭亞酮。嚟到呢度，除咗敏感肌、痤瘡、暗瘡皮膚之外，舒護套仲有可以舒緩醫美受傷嘅皮膚。佢專利配方成分溫和，而且修復功能好強，係做到急救、修護、鎖水一步到位。唔理係日常呵護定係醫美後嘅舒緩，都能夠起作用。堅持用落嚟嘅話，你塊面一定唔會喺轉季嘅時候搞震，仲可以水嫩透亮。想要呢一份肌膚嘅安全感，趁夏天開始做起。希望大家可以靠住恆常護理就可以改善皮膚，我哋一齊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 PM 我，聯絡方法已經係資訊欄。如果想收到我嘅新片通知，請訂閱。多謝你嘅點讚分享，下集見。